咱继续来关心立法院明仔载特别针对国防特别条例第4届来进行调研协商。国民党团的版本目前是个超未平。国民党主席陈立文是强调讲，大多数的人拢支持党中央提出的3800亿加恩，也毋过立委赖士宝是强调讲，大部分是支持8000亿的版本。毛风声讲，党团的总调鲍坤基是支持党中央的版本，这是因为伊拍算要来选立法院的副院长。 国防特别条例初六月伫立法院来进行第4摆调研协商，啊，毋过国民党团内底是完未煞，两个版本伫协商进程拢无共识。国民党主席陈立文表示，大多数的人支持的拢是党版的3800亿加恩的版本，啊，毋过国民党立委赖士宝质疑，党中央掌握的资讯是毋对的，讲大部分的人应该支持的是8000亿的版本，党中央甲党团态度无共款，嘛，互初五的党团大会，敢会直接用表决的，引起大家关心。 李乾龙，副主席兼秘书长，他说不希望看到这个版本造成党团的分裂。我修改第6条，第6条就说我要3800，然后我就加一个，只要有第2波的花家书来，我们就给他增加预算，并不是所谓金额的问题。那对于这个各种版本，大概最大的共识。 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，是有为副院长位置的考量吗？鲍坤基强调，党团也搁咧讨论，向问到讲支持党版3800亿加恩的版本，敢是为着要换立法院副院长这块，伊是赶紧惊离开，无愿意加讲。啊，若针对哪样可能调整军购金额的数字，民众党团嘛传出已经准备第2个版本，金额可能来到8000亿。民进党团回应，在野版本报价上顾也搁合制甲放入去，可能会互国防的战力出现欠点。 现在已经5月了嘛，哈，也这个军购的项目呢，知道的部分哈，可能有做了一些调整哦。那所以我们基于台湾民众党都支持军购的部分呢，可能会做一些调整。那我相信民众的力量也很大哦。那我相信民众的压力当然也很大。那这个压力会是在国民党今年要参选的候选人身上。 那至于他要用什么方式扛，我不知道。另外，国际唱水南海群河浪要2个月，初5搁一届出现出海来执行第4届的监航测试。最近还会再做几次的测试，然后最后一次的话会打超雷。 即马毋若距离交南的时间，敢若剩5个月，5月嘛是台湾向美国新组初雷的期限。台船即马测试的进度是真逼，外界都关心，所落来测试的重点可能会放伫咧鱼雷系统的整合，也搁有初雷的测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